各位香港僱主，你係咪正透過補充勞工優化計劃聘請內地輸入勞工？面對僱傭條款同勞工法例，你係咪對年假同休息日嘅安排感到困惑？本影片將會為你整理關鍵嘅規定，協助你掌握合規要點。首先，我哋嚟了解有薪年假。根據僱傭條例，按連續性合約受僱嘅僱員，每受僱滿12個月可以享有有薪年假。ESLS 標準僱傭合約訂明，僱員喺首2個服務年度，每滿12個月最少可以享有7日有薪年假。年假必須喺隨後12個月內放取。年假日期由僱主喺諮詢僱員或者係佢代表意見之後指定，並須至少喺年假開始前14日以書面通知僱員。如雙方同意，通知期可以較短。年假原則上需要連續放取。如僱員要求年假日數唔超過10日嘅時候，僱主可以把唔多於3日分開發放。餘下嘅年假則需要連續放取。僱主可以現金代替年假咩？答案係唔可以隨意。僱主不得以條款要求僱員放棄年假，或以工資代替年假。只有喺僱員同意下超逾10日嘅年假部分，先至可以款項代替。按法定最低規定，僱員需完成12個月服務期先至有可放取嘅有薪年假。不過，如僱員喺第一個假期年內受僱滿3個月，但不足12個月後離職或被終止合約，除因嚴重過失而遭即時解僱之外，僱主仍然需要按比例支付年假薪酬。跟住落嚟係休息日，按連續性合約受僱嘅僱員，每7日可以享有唔少於1日休息日。休息日係連續唔少於24小時無需為僱主工作嘅期間。休息日由僱主指定，如僱主同僱員同意另定休息日代替原先指定嘅休息日。另定休息日需要安排喺原定休息日所在月份內該日之前，或者喺原定休息日後30日內。僱主不得強迫僱員喺休息日工作，只有喺機器或者係工廠設備故障或者其他唔能夠預見嘅緊急事故下，僱主先至可以要求僱員喺休息日工作。如有呢種情況，僱主必須喺原定休息日後30日內另定休息日，並喺原定休息日後48小時內通知僱員另定休息日嘅日期。僱員可以自願喺休息日工作。休息日屬有薪或者係冇薪，應由僱主同僱員雙方協定。因此，法定假日不得以款項代替嘅規則，唔應該直接套用到休息日。除咗僱傭條例嘅基本保障 ，ESLS 標準僱傭合約對續約另有安排。現有合約期滿之後，如僱傭雙方同意續約，僱主需事先再獲勞工處批准輸入勞工，並同僱員簽訂新嘅標準僱傭合約。請注意，輸入勞工嘅批准唔會自動續期。喺延長受僱期開始之前，僱主需要支付費用，讓僱員返回原居地，享用唔少於7日嘅有薪或者係無薪假期。實際薪酬安排以所簽訂嘅標準僱傭合約為準。呢7日假期獨立批僱員應享有嘅休息日、法定假日同埋年假，唔能夠互相抵消。各位僱主，確保合規唔單止有助避免檢控同罰款，更加能夠保障僱員權益以及維持穩定良好嘅勞資關係。如果對個別假期計算或者合約安排有疑問，請諮詢勞工處或者合資格專業人士。感謝收睇。